阿公阿媽、阿伯阿姆、阿兄阿姊，大家食飽未？我是愛台灣，歡喜講母語個iaunn-mi-á。今仔日我欲來講一個囡仔古，叫做看羊囡仔。講古早古早，有一個囡仔趕一陣羊咩仔，起去山坪頂峘食草。伊規日無儂做伴，真無聊，就想欲變鬼怪。伊對山骹喊講：野狼哦，有野狼哦！被山骹咧做田的聽到，雖然緊要低頭iánn-pit鐵閘掠咧，衝起來山頂要鬥相共險野狼。結果煞攏上無iá-siù tshâi-lông的影子，迄個高乖囡仔佇邊仔哈哈笑，大家才知影互伊騙去啊！過2天，真是出現一隻大野狼，一個囡仔驚到要死，大細聲一直吆：iaunn-mi-á，iaunn-mi-á！山骹的tsoh-sit-lâng想講伊倒咧創治人啊，攏無要插伊，就安尼，伊的羊仔就攏互野狼食了去啊！這個故事是潘科元老師講互我聽的，伊去教我講，一擺甲眾人騙，一世人無人信。做人若無信用，就khioh-ka咯。咱平素時啊，就愛做一個老實人，若拄到緊急的危險，別人才肯相信咱，甲咱援助哦。以上，努力。